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嘅 Brian Sir，今日繼續同大家介紹我哋桌上遊戲吧入邊嘅遊戲。今日要介紹嘅遊戲叫 Storm Area 51，可以俾3至4位小朋友一齊玩。呢個遊戲係講述入侵者要入侵區域51，而特工就要阻止入侵者同埋坐低佢哋嘅士氣。喺呢個遊戲入邊會有1位同學扮演特工，而其他同學都會扮演呢個入侵者。每一個回合入邊，每一位入侵者都會出一張自己嘅牌，而每一個特工就會出翻對應咁多張牌。就嚟咁樣，如果入侵者出嘅係向前行3步，而呢個特工出嘅係將佢哋嘅士氣降低2點，咁入侵者就會向前行3步，而同時士氣都會降低2點。又例如呢一位入侵者出嘅係向前行3步，而今次特工出嘅係阻止佢哋行1步，咁呢個入侵者就會向前行2步啦。又例如今次特工出嘅係士氣降低2點，而入侵者出嘅係士氣增加1點，咁士氣最後就會減咗1點。而呢個遊戲嘅目標，入侵者就係要行到去特工嘅面前，而特工嘅目標就係阻止入侵者行到過嚟，同時要將佢哋嘅士氣降到最低。呢個遊戲可以分別訓練同學嘅策略思維能力、分工合作能力同埋分配佢哋卡牌嘅能力，用最好嘅卡牌組成最好嘅策略，令到佢哋達成自己嘅目標。除咗呢一個遊戲之外，我哋仲有好多種其他唔同嘅遊戲。如果你對我哋嘅桌上遊戲班有興趣，就歡迎過嚟查詢同埋報名啦。